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2日，旧历的12月27，礼拜二。特别围炉过年咯，每一年的29暝到正月初1，是真侪乡亲真期待的开庙门抢头香的日子。华视新闻帮大家整理中部地区抢头香的活动。台中大甲镇南宫头香的得主有1万块的红包。彰化南窑宫甲抢头香改做招标比赛。第1名有8888块的红包，云林西的福兴宫阁来加码，头香的得主有日本大阪来回机票，有价值1万块的纯金的马祖，阁有游乐区双人的大美馆。可见这个抢头香已经将做中部的庙市拼场的重头戏。金光闪闪的纯金的马祖价值1万块。边仔阁有日本大阪往回机票，加游乐区双人大饭馆，加自助餐的餐馆3张，阁有福兴宫祈福的物件，加起来市价超过3万块。这奖品拢是云林西的福兴宫今年围炉暝抢头香的奖品，而且敢若抢到头香的人才会使摕回去。庙祝宫庙每年围炉的重点就是抢头香活动，除了插头香会使讨一个好吉条以外，奖品嘛是原因。台中大甲镇南宫今年抢头香活动，第1名有1万块红包，第2名8000，第3名有6000块。中华南庙宫今年真特别，抢头香改做招标，头1名是8888块红包，第2名是6666块，第3名是3333块，另外也有妇女的保障名额。庙方大手笔发红包，互信众更较有这个动力向前冲，抢到头香，更加为宫庙带来真悬的人气。